当时摔的时候是1点半，表面上没有哪里出血嘛，然后他就说他想去睡一会儿，睡到了差不多3点的时候他就呕吐了，所以我们就送我们附近的医院，那边的医生一打开他那个瞳孔，他就说瞳孔散了，马上说要转院处理了。都怪我，我以为从沙发上摔下来也没什么大事，没想到是这么严重的。如果有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，他就不会这么严重了。这个孩子其实耽误了的，他的颅内血肿到150毫升，当时已经脑疝了，双侧瞳孔已经不能搭了。好，减压了，血肿出来了，关键就是把这坨血清出来。好了，压减下来了。最后应该还行，只要我能够快，你要是慢了就不行了。那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垂血点在这儿。骨折的地方估计是吧？骨折把它给撑破了。好，血肿清完了，然后出血点也找到，也止完了。底下一摸下没有什么东西，这是都是脑子，对吧？对。第二肿吧，其实也还行，对吧？要给他放骨瓣就放回去呗。能把骨瓣放回去就是不幸运中的万幸。坠落伤的孩子一般脑子都比较肿，很多时候都放不回去。从开颅到清除血肿，然后把出血点找到，到止完血，这个就15分钟啊。剩下的时间呢是关颅的时间了。这15分钟就是他的一个黄金时间。